位于淡市东区甲林地交界文中公园，市府水利局拍算要兴建调节池甲下水道分洪工程，但希望有效解决周边中山路、自由路甲路义路引水问题。现场虽然只有绿地，看不出风险工程，不过管线已经引到地面下地洪空间，地面上单纯就是公园。局长讲，这个是小当家的做法。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和治水观念，也就是说，让水能够留在我们现地，不要急着排出去啊。等到水退了以后，再把这些调节池的水，再把它用重力的方式把它抽出去。另外呢，这个工程效益呢，就针对整个东区这里将近有1.4万人的一个人口了啊，这个调节池做完以后，整个1.4万人就会免于受这样子易淹的一个情况。市长委托为了关心风险工程的进度，特别高调。不过，当地议员甲里长想要反映的，就是补满未来公园无特色优估。对此，市长在听出简报以后，强调先求风险安全，嘛承诺一步一步优化公园设施。地下滞洪池已经设置完成了，大概滞洪量是6500立方米，所以说在洪水最大的时候就可以发挥调节的功能。但是上面的文中公园要复原，那复原我们朝向特色公园的方向走。那目前为止，特色公园的设置之后，我们地方还是要更加优化这个特色公园，游具要更增加，主题要更确立。该工程总共1亿5000万，得到中央的补助。水利局表示，预计明年中旬得当完工，来应付第时强降雨的挑战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